Hello， 大家好，我是各位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今日呢，我带大家来去行了那6队乡镇6队的xã區呢。冇錯，今日我帶大家來去組隊嘅新皮鄉、新皮xã區哦。到底新皮xã區特別有樣板嘅故事，也係講特別嘅景點同人文嘅風情呢。更加我哋特別有請到在地嘅好朋友，好好同大家紹介哦。首先來歡迎我哋新皮xã區嘅何春燕理事長。主持人好。觀眾大家好，我係新皮xã區嘅理事長何春燕。歡迎理事長啊！接下來呢，也係我哋在地嘅好朋友鍾蘭英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新皮嘅蘭英。哇！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節目地邊，等下再麻煩兩位好好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新皮xã區咯。首先來請教一下理事長，理事長本來係新皮人嗎？我本身唔係新皮人，喺家棟後面嘅，喺組隊嘅一個鄉村啦，鄉下組隊人，組隊人，我家喺東港，因為我爸爸同新皮人個熟悉，嗰時候我哋嗰度親戚睇下新皮，嗰時候我聽到講我喺賣木，一路同我親新皮人後面呢，嗰時候我喺81年嘅時間，我入來新皮入邊賣木嘅。都見迄個嘛有30多年咧，有原本喺家棟人，更加變到新皮人咧。錯。所以咧唔係睇下睇嘅啦，但係更加也係新皮人。係錯。蘭英姐，我本身應該算我爸爸係新竹，北科2次移民到內埔嘅新東市。嗰時候在新東市出世，咱在81年嘅時間，加入新皮。係，路邊啦新皮人嚟。呀，係說按係新皮人，但係而家嘅細嘅位嘅距離有冇比理事長嚟講韓國長一些？係，人家係應該印度市，俺係喺應該印度，不過印象下，不過以新皮嚟講嘅話，伊保留個傳統嘅客家，係我個中意嘅地方。按嚟講方來兩位嚟到新皮，其實對一個新皮嚟講有貴疏失嘛。那係我哋根本要一首嘅新皮xã區啊。理事長，我請教一下，原本自家對一個公眾事務就有興趣，係乜嘅原本開始嚟參與一個xã區嘅事務嘅啊？因為我一下係參加一個社團吼，喺跳舞。係，拄好有人喺同我講，按後生來新皮xã區，很數帶動一條老人家來跳舞好冇？我講我冇時間咯，我要嘛上班，嗰時候我都講。可能冇法度哦，啲音樂咪擺到音樂，咁我嚟看先啦，好冇？有一擺去參加嘅時陣，哎呦，感覺這地方嘅氛圍夠好，係我講，哎呦，按多老人家，真係哦，大家攏和藹可親啦，嚇。嗰時候我講較好，嗰時候我都慢慢嚟都投入入咧地方嘅關懷據點，地方做志工，慢慢嚟呢都一下是。鍾正東理事長嘅時節，一路同我講，唔曉得翕相冇？我講翕相，冇啊，我要翕相啊。我都翕擺講，唔曉得打天羅冇？慢慢同我應乖入來嚇，應該是有一些是比乖入來啊。嗰時候我就講，冇啊，我要做天羅。嗰時候一路喺我天數做天羅，做，後面擺做，一路。卸任了沒吼？你慢慢你又個接，啥印度做啊邊啊做關懷據點咧隊長，係我一下做隊長嘛，要10個年咧，特別做清潔嘅，嗰時候專門嚟帶動一條老人家啦吼，打鼓啦，跳舞啦，我都請老師來教我哋，變一條老人家運動都出來啦，嗰時候我感覺嗰好，喺有機會時得來參加，來看我哋新皮xã區關懷據點嘅地方嘅內容事務安尼。其實原本嘅時節係想講鄉下來參加吼，運動啦安尼，冇想到本個老嘅理事長一步怪入來，安尼講。老嘅理事長幾聰明嘅，而且講本來對一個可能講冇興趣，也講還冇有心來做一件事情，但係都一步一步，本越插越動，更加都變做理事長嘅。係啊，其實也xã區嘅師傅也係安尼啦，本來吼就是講
自家有兴趣係最好，啊冇興趣嘅話，其實人哋都天天嚟做自家可以做嘅事情嘛。咁樣咪有可能人哋都可以發現到講貢獻自家嘅力量喺啲地杯啊。沒錯㗎。啊，更加理事長，喺非地杯嘅成員嗬，包括佢有肺炎啊，差唔多有多年啊。我哋新北協會有差唔多150人嘅肺炎。哇，咁多喎！係，以下有啲肺炎嗬，頭下先入嘅時節，大家攏認為講。反正係又好食又好料，又攞出來又攬都食得咧。嗰所以係會千多人，甚至有到200個參加。過去慢慢因為沙期，一下是萬個冇按到沙期嘅競爭也就經費嘛。嗰所會搶經費嘛，甲個好搶。啊，更加慢慢係咪愈來愈多，甚至千多嘅沙期嘅發展學會嗬，嗰所。要變啊，經費方面要過冇按好申請。嗰時候遊覽啦，一天啊係要遊，嚇，按估可能自家要幾位錢，可能都要過多，嚇。嗰時候啊，慢慢地啊，喺嗰度老人家過老嘅啊，嚇，都會推出來。嗰時候也係咪150人嘅肺炎，係。啊，你理事長繼續來請教下，就講誒。人照顧更加關懷幾點嘛？吼，照顧老人家係其中一個。啊，咁佢成立嘅時間係有哪啲位目標，也係講有最重要嘅宗旨係乜嘅？因為當初成立關懷幾點嘅時間，第一點都係講希望照顧一啲老人家。吼，因為我哋鄉下老人家冇奈何去啊。吼，係有一個固定嘅地方裏邊咧，教俾你料，俾你創個位。吼，啊，比嚟運動，安尼係咪？禮拜又派一條先生來聽你上課，你哋要甲個歡喜，要禮拜要個期待講，哦，禮拜我哋禮拜是拜6嘛，吼，嗰時候伊哋要個希望講，哦，禮拜6會多嘅哦，我哋幾點嘅哦，係，伊哋要個歡喜，禮拜要個期待也嚟拜6嘅多來。係，我就講沙期最主要，以前可能係可以做一個沙期養錯嘅部分，但係因為幾年來，哦，漸漸嘅因為人哋都提講，哦，沙期嘅老人家越來越多嘅，變咗沙期嘅目標最重要變咗照顧一啲嘅種皮啦，吼。哦，安尼請教一下咱姐，更加沙期雖然專門係照顧老人家，但係我也提講，嗰度嘅沙期有啲推動哦，地方上嘅觀光啦，又係講文化保存嘅部分。啊，在你自家來講，你有看到人哋沙期有做哪啲嘅部分冇？又係講人哋沙期有哪啲嘅特點？哦，人家攞杯來嘅時節，你會貼喺手機本記得。我新北鄉，同埋我有講7個村，有4個係客莊，啊，其他嘅都係河洛莊變平埔族，啊，不過伊也就河洛莊同平埔族嘅開發。一定係同我哋客家有關係，啊，我哋客家係對我哋新北嘅南面，也係我哋也係目前嘅南豐村開莊開始，啊，一直到大鐵到建工，如係我哋講嘅薑莊，啊，到新北，啊，伊也係目前嚟講嘅話，伊也係有拄好年過係嘛，年過係喺我哋以我哋新北客家嚟講，年30。我哋南面有夾祖卡，係年30暗晡有夾祖卡，大家人都可以參加。啊，年初1我哋新北沙期，暗晡頭有新春嘅暗飛。係啊，過後誒，如係我哋嗰有名嘅做對嘅祝福百姓等發通，南面有看板，係有看板嘅發通，伊也係地講老師傅已經過身咧，啊後生嘅。狀況到村莊嘅來嘅愛接，係，所以以新北來講嘅話，我哋係行文化嘅路線，路係也求人年，一直到我哋咧也下元宵節，如正月15祝福百姓等，係以新北來講嘅話，如正月14、15祝福百姓等，係啊大鐵嘅話同薑莊如正月初9、初10，係。所以文化方面，如為伊也部分，啊喺以景點嘅部分，我哋會來帶我哋因為客人攏嗰度北宮嘅信仰。所以北宮，我會想去帶大家人去看新北嘅北宮遍路、武功遍路，係啊，我認識講我哋客家開莊同北宮嘅關係，
过安尼起落嘅生产，怎样嘅发展，推广。也嘅部分係文化、歷史文化部分，過安尼嘅宗教信仰嘅部分。喺景點嘅話，我哋由日本時代留下來嘅碉堡。我哋新比沙區，伊本身在北宮下，如地講關懷據點，個沙區嘅協會，然後喺在北宮下順後。北宮下有一個北宮下公園，公園地背有客家文化，還有澳洲茶樹。所以我哋會利用我哋菜地。迄個陣講有人來到我哋新比沙區，我哋會帶定伊體驗鐵攀花金北宮啦。喺無路我哋有現場有地講有出可以我哋用澳洲茶樹來整理茶樹村路，我哋來做其他如地講相關嘅本遊客可以做體驗。係也如係地講用無共用嘅方式，佢遊客來到我哋新比想去體驗物嘅，我哋都得物嘅菜本一定。都可以客製化落做。冇唔錯。唔過太放鬆嚟講，喜歡一個民俗文化人，絕對唔好錯過一個新比沙區。佢嘢做對地方新比鄉，當然精彩。唔過頭先我也有聽到啦，講原來我哋喺新比，尤其係新比沙區一片，對過年可以聊到正月15咧。冇唔錯。人家北部係講聊到天全年，那麼我哋錄對一個辛苦一些，我哋聊到元宵節正月15，正月15好聽聽嘅。頭先我有談到啦，認真都手機都講，我有啲夾主卡嘅發動，真係喺哪塊係夾嘅主卡，按太早嘅主卡嘛？對我因為我前年咧開始寫南年嘅春史，我有去做調查，再加上2015年嘅時間，我有拍一段嘅紀錄片，將我了解一段頭擺其實。夾主卡唔係在年30暗晡，係對年初一，因為一定有7個角頭嘅北宮，一定係對年初一到年初7，到初8嘅時間，一度一定祝福百姓得。如哋講你可以對年初一，因為佢話農業社會成塊冇安好，所以我想講用各個角頭嘅北宮，如哋講一定要北宮飛，北宮飛會買主卡。係去擺嘅，如一定各方嘅按道教風言哦，如去跌高嘅。下後一出到夜下，如邊啦講，因為成塊已進步嘅嘛，如邊啦講夜下嘅年30暗晡，他講人過來一團圓啦，18夜嘅，他講人如陳某，他講人如報名，如用厝地嘅，頭擺係用跌高嘅，也係用厝地嘅，係安尼。原來即頭擺主卡，真是喺主卡，如做一個假吹安尼意思啦。係，也係如用慢慢主卡。當然神仙呢。觀眾朋友有安尼對我哋新比沙區有失敗了解冇呢？唔過還有更多精彩故事哦，四比茶莫走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帶大家是拜認識我哋新比沙區，也提供今年開始嚟推動一個文化觀光嘅部分。但係實際上文化觀光有哪條嘅內容呢？我哋繼續嚟參考幾點吧。嗱，即前面有收集到新比有哪按多好了，尤其係我哋新比沙區有帶一個北宮片路嘅文化觀光嘛。可以再同大家具體的來收集一下，到底我哋去到新比沙區嘅時間，我樣辦去行了，你能唔能樣辦帶啊？以外來帶嘅話，我哋會在北宮下適合，如開種北宮。我哋新比嗰啲數嘅，有啲人會講開基北宮，有啲人會講開種北宮。我哋新比開種開基共用，係。所以我哋會適合在我哋咧開種北宮。我哋會安排，如等講，都北宮下順後有我哋嘅新電話。我哋會用菜地，所以講隨手可得嘅一條材料蔬菜，帶他家人。先雙手合十來拜北宮，拜嘅帶一定體驗做鐵攀花跟北宮嘅嘢嘅部分，再帶定一定行了北宮下公園，北宮下公園後背如喺我哋咧萬豐皮，如我哋太準橋，準橋如地講我哋客人成塊一定同水連開，北宮如停頓水年安尼，我哋如果順定也北宮，去到我哋日本時代留下來嘅碉堡。如停頓河壩、停頓北宮安尼，老一片也碉堡係日本時代，佢其實係機場堡。好，安尼了嘅
老过去都俺哋咧做羊八公。啊，身边嘅做羊八公，佢當然會同家棟嘅做羊八公嚟講，到底哪個人係做羊？係實際上，因為以身邊開莊嘅時節，到到以八公嚟講，其實也係我哋攏會講，伊係南偏嘅八公。啊，因為南同國語嘅難，同我哋客話話，你哋講困難嘅難學嘅嚴貴強，故所以哋如講，假如你係做八公，佢記八公，佢將八公嘅做書片，故所以你做羊八公，係你按到做羊八公，我哋可以看老做羊八公，啊，因為伊拄拄好，萬豐比過去你喺我哋連邊海，故所以你看，咱八公咱停頓水，係啊，我哋你可以啊頭擺，嗰做完無線比太橋嘅時間。他講人出入攏係坐船嘅，坐派嘅坐船嘅，去過去嘉東，啊無路去東港，啊故所以幾隻是喺我哋渡口，係啊停定渡口上來，你喺我哋咧身邊嘅三山國王廟，係三山國王廟地位也有八公，啊而頭擺先，也我哋看到嘅是三山國王廟，廟門係向我哋咧台線。頭擺係向河壩，因為他嘅出入去保平安，故所以有八公，有三山國王嘅保護，他嘅人出入路平安。撈過來路喺我哋一下嘅莊屋祠堂，莊屋祠堂路喺我哋日本時代張海華，係我哋咧副總理嘅老屋，係我哋都可以按嚟帶一定撈一間，一出到先通過先別個時候，路喺第個行路嘅。都先別國手，我哋話以為咧，我哋咧所謂嘅北洋八公，係如果按嚟撈一圈，我哋講可以撈我哋先別頭擺對路嘅，一出到看一下嘅，你講停停時代嘅進步，都頭擺最老嘅八公形式，啊一出了啊多，因為我開路變啊最新型嘅北洋八公安尼。唐風嘅規劃咧可以花嘅半年甚至到1年，因為天天嘅行可以行改久嘛，嗬。啊，甚至於講係行唐工，頭到嗱，人哋介紹嘅萬豐皮，佢第不天唐工而家係有種嘅練法係咪？係，水質很好喎。水質好，魚嘅有多，你到2年嘅時間有限去看，幾多年先嘅釣魚嘅。係喲。係，因為水係流通嘅，故所唔會有出奶。係，點解貴州要看到安尼呢？因為大部分咧太準嘅嗬，對牙牙皮嚟講嘅，人印象特別多，佢一定係有味先嘅種。請講哦，一定講。係啊，嗰時講唔希望大家來聊聊。希望嘅文化，希望八公嘅可以行一條線，甚至於講，自家感受到講，希望嗰啲生態嘅部分，來看入邊，也會有一定多嘅收穫，因為地波要條擺嘅魚嚟講，行軌道，行看得到，甚至可以去釣魚嘅魚。係。安尼幾好呢？不過除了安尼之外，行唐講嘅莊務祠堂頭擺好，都保存行幾好。更加甚至於講，為到愛上日嘅後生人嗬，佢來創業也得，佢能睇莊務祠堂行作為無共用嘅經營係咪？係冇錯，因為莊務祠堂其實一定派下人有管理也有舊嘅，係啊，而家目前開放嘅啊，喺我哋高雄用中。退休嘅副院長張宏泰院長，一路同我哋蔡天嘅顏志文老師，係蔡天嘅音樂家顏志文老師，邊我哋青年返鄉嘅葉以真也強年後生啦，嗬，所以乜嘢一定錄我哋錄成立嘅啲工作室，後生嘅有後生嘅想法，錄在工作室嘅就是可以咧共下咖啡，共下咖啡，係志文老師也會有請一道藝術家。係，像我哋請叫嘅人辦係咧，如藝術家駐村咧也會發通。個公園嘅時節，志文老師又邀請一道音樂家在嘅地講可以咧收現咧音樂會。係拜一到拜四攏有開放，地講啊嗬開放到暗晡頭9點，志文老師也有味道愛火化。佢說在拜5暗晡頭7點到9點。又可以咧專門寫歌詞同作曲嘅地講課程，
哦，去迄个工作室安尼一个方式来经营。冇错。古说讲更加人哋唔单止可以去行了看鱼嘅，看莲花，甚至于讲看白宫啊，行咧可以，还可以入去一个总务祠堂地方，一啉咖啡，享受一个咁无穷用嘅下午茶。冇错，安尼几好呢？係啊。你講像條到嚟現在安尼小嘅文化觀光嘅路線啊，即沙期大家鄉下想出來嘅，行喺講唔能自家沙期有特別規劃做一個文化保存嘅行程。因為沙期係沒有上一個專門嘅導覽課程，係錯，也蘭人老師嘛有在上，同人哋一度大家在上課，我有一度後生呢度學一度導覽嘅小旅行嘅課程，嗰時候慢慢地會按你帶通啊到中學，嚇沙期入邊，伊哋希望有乜嘅東西，嚇。我哋要嚟設計一個課程，俾嚟大家兩參詳看。譬如講，我嚟做我哋手工嘅體驗，還是講嚟做我哋客家美食，俾嚟食。我哋是當然個希望伊來歸依啲，就是嚟看，一道導覽一道白宮啦，像同埋人老師講嘅，第一邊嚟撈一圈，下主聽人哋那邊用餐，用人哋客家美食，人哋嚟做 DIY 安尼，嗰時一道文化嘅保存，一定會慢慢地去流落來。係錯。嗰時沙期就本身就有一個觀念，一條嘅資源係天天嘅一步一步累積起來嘅啦，係一天。安尼呢種條通有講到一個重點哦，人哋唔單止嚟看白宮，一條文化嘅觀光部分，還可以接下細啲行嚟做一個手工嘅體驗。嗰種人都有切好時，人帶過來可以同大家紹介下，人喺用辦去規劃想出來一條手工嘅體驗。因為我哋客家人伊個手藝個好，伊呢伊喺農產品係咪適唔適做埋？要上我哋去流芳來，保存個久一些。像嘢咧望你將，如果好嘅 DIY 嘅，也材料，個嘢咧用件，我哋係咪客家嗰度嘢呢做書上，嗰度藥草，讓我哋自家，頭先庭園前面有嗰度。自家種嘅凊彩拿一道嘅，嗰一道唔看我哋做嗰度做書上嘅香件，唔看香膏，自家嚟嘢嗰邊嘢嚟精油，嗰邊嘢嚟 DIY 嘅，我哋甚至一下慢慢地又喺做嘢麻糬，客家嘅麻糬，DIY 糬。嗰所講唔能推崇，喺推崇一條嘅體驗，其實攏喺沙期地方日常生活，可能到廟喺度嘅。錯。嗰所講大家想去體驗，人哋先比沙期，大家日常人哋客家有樣板嘅生活，其實去看一轉，行一轉，順勢參下有嘅就太快攏啲嘅。錯。唔過假使講有嘅係一日啦，假使講人哋要搞2日嘅話，嘅附近有可以歇嘅地方嘛？有係講人哋可以去太廟地方歇啊。你家仲講有聯絡好勢，其實我哋攞有招待家庭嘅觀念。係有嘅幾好。係，因為我哋參前叫嘅辦嘅藝術家駐村嘅部分，我哋攏係安排藝術家喺那隨身邊。係。所以我哋會去先聯絡，看那條家庭，佢一定有落屋啊，還是講有行出來嘅間房，係一定會可以提供俾沙期，家沙期如果去統計，可以等你需求係樣嘅，一定沙期人來安排啊。講你可以規劃一下嚟long stay一下，冇問題，冇問題啊，冇問題。講到有嘅啊，我想講繼續請教一下人哋都講，人哋假使講愛做有嘅體驗嘅生理行也好，文化嘅發通也好，最少愛1多年啊。不管一個人到一台遊覽車、2台遊覽車，一定都會該用心來同人安排。所以一個人也可做得1台遊覽車、2台遊覽車，甚至3台、5台攏做得。嗰個費用嘅部分也係啦，看人數沙期會同想講，人有嘅成本差唔多，1度再同嚟平均分攤一下。冇唔錯，最重要嘅，如果本客家人來到身邊，可以感受到身邊人嘅熱情，必定認識我哋身邊在地嘅生活啦、文化啦，還有我哋嘅風俗。
個體驗我哋菜地用菜地嚟講吼，用我哋客家嘅一條植物可以做出很多嘅東西，個我哋先比菜地嘅農產品做出嘅我哋嘅王力醬啊。係。等一下馬上嗌你嚟揪團嚟一起搞聊一下。冇問題。觀眾朋友，聽到影片係咪同各位嗌共樣，先想落去新皮沙去聊聊一下呢？不過除了安尼之外，聽講新皮沙去裡邊還有幾多嘅故事、老故事哦。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啊！更加新皮沙去發展一個文化觀光，一定係有升級。聽講啊，今年喺推動嘅當中，聽到幾多沙去嘅老故事呢？到底係乜嘅故事？讓人嚟講解下蘭英姐咯。蘭英姐，前面有講到，今年做一個地方上嘅文化觀光嘅部分，也有協助做田野調查嘛。聽講聽到幾多冇共樣嘅地方上嘅老故事，有哪度個特別咧？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兩個嘛？我印象當中啊，都哋講我81年加來新皮嘛，加來新皮嘅時節，我哋莊都嘅，都有一個老皮嘅，都同人講，頭擺新皮祝福擺新燈嘅時節，一定要搭福廠哦。按部頭啊，裝福廠嘅老阿伯嘅，講要看到佢裝白工。騎白馬來我哋前三莊，邀請白婆去新皮做客。貴嘅時節度吼，騎白馬又變啊騎腳踏車嘅，係兩站等你貨安尼，貴起先，如果你前莊也要鳳香。下迄位如安尼引流傳啊都野下。幾十年過後誒，也有人在苗路巷講，新皮沙去同前三沙去，而喺一啲地講祝福百姓等當同樣，正月14、15也2日，那有可能講，新皮前三沙去嘅白婆會本新皮嘅白公邀請來做客，都針對野嘅部分，我去做田野調查，都再去調查，然後都去問下人前莊。雖然屬於新皮村，不過我哋有一個地講，我哋係邊陲的聚落，個西莊嘅，我哋去問一下，目前95歲老阿伯嘅也有頭擺有參與我哋前莊太美嘅事情，我哋去問伊，佢講，要燉水白婆麼？佢講要燉水白婆，我講加要安平白婆麼？伊講要安平白婆。我講家要談過頭擺新皮白公來請愛定狀況嘅白婆去服廠留料做料嘅麼？佢講要嘅頭擺，佢請嘅係安平白婆，唔免愛定一下切祝福百姓定狀都嘅冇請嘅燉水白婆。故所係安平白婆同燉水白婆，我講家我哋一下還要燉水白婆麼？伊講冇嘅。係冇燉水白婆嘅，因為燉水白婆頭擺清朝，如哋講河壩嘅鄉，兼連邊海嘅鄉，有啲買有啲些種嘅，看幾家戶人，他家人都因為體型嘅關係，所以如按到安平鎮，有冇講，家也是按用一下，因為新皮嘅客家個特殊嘛，你不會只來到我哋新皮會變啊支持是啊，安平鎮，講家己是按用一下咯，所以講。可能係尖頭嘅尖，因為而家睇啊，學彈牙，如果也90人些阿婆啊，而哋咧阿婆提講嘅故事，如果都係因為清朝嘅下有呀地方，下係會因為睇水打者嘅，如冇嘅，下係如我哋莊都係一啲技術，發夢講伊個天橋嘅假設，做一啲白婆，白婆嘅貓。係，所以如果按到燉水白婆，他家人都想講，家係又唔知係咩安平白婆，所以如才貓嘅後背有一粒石頭。係，所以我才去想白公來邀請嘅應該係安平白婆。因為前莊安平白婆係當天搶，冇搶服廠。也如係一啲流傳，我印象嗰層，有因為有一道嘅對講，他家人有提出一啲問題，我對講請假對於也嘅文史工作嘅部分，有設計各有興趣，所以我會去調查。
也为故事可以来同分享俾大家知啊。骑马的变做骑脚踏车，假使讲也可能真是假使讲八公还会像八婆话，也今年呢可能对骑奥多拜变做食材，会食材，越来越进步。做冇唔做。要推我眼的咧。八公八婆的故事哦，淡蛮多啦吼，早期尤其迄老一批的，不管迄八公八婆去做客也好，甚至于讲有诶嗰度迄新年的跌落水里边行讲分给老人家哦，救风来的也有，结果救风来发现到讲顺条路的八公没有哦，有几多安尼神奇的故事呢？讲到鸦片，我们睇到金光嘅生意行可以去看八公啦，做一条 DIY， 甚至于讲还去零价币。不过我想到。咱咧新币鸦片也迄强用的客庄啊，比如说，咱咧客庄底边最有名的客家面是新币沙器，有哪条可以同大家收记下无？行了的都模式咧都感觉怪怪呀。咱咧新币沙器吼，新币头鸦片吼，嗰度牛肉店，羊肉店，嘿，啊应该讲板条系咪？板的店嘛吼，板的店，吼，啊嘛有。像我哋前历史中诶，伊个要做嘢呢，嘛个呀封办呢，吼，因我哋也客家人无呢办，因我哋客家人有法度做出安尼嘅东西，也下好多人个差唔多睇识我哋客家人咧无呢办呢。哦，嗰種是傳統嘅板咧，吼面趴板啊，吼也就封板，也就東西咧多，甚至於講還有頭頭講話有牛肉同羊肉。係錯。嗱，姐，做乜嘅會有貼喺有一個牛肉同羊肉有嘅事情，聽講係喺牛肉一條件，還有一個講法咯。我記得加落嘅新幣嘅時節，我哋咧新幣主要嘅路嘅路新華路，好，啊個也下嘅新民路，好，伊頭擺幾條路。唔係買羊肉嘅路，買牛肉嘅，嗰路辦嘅店，係，呀辦伊呀下哦，因為慢慢嘅路拓寬嘅過後哦，雖然呀下駛出去有一家路牛肉肉，駛出去加油站嘅，係，啊唔過呀下目前我哋咧呀新華路呀條路還有嗰度路地講阿華牛雜湯，伊對早晨4點鐘，伊出賣啊都啱唔頭。係，阿哥我哋還有狀元羊肉路，頭擺還有阿妹羊肉啦，竹頭蝦羊肉啦，古數幾條路嘅，唔係買羊肉路，係買牛肉，阿哥辦嘅店，古數來新幣，我食唔是食。真是的呢，尤其係人哋當地講人哋客人係就頭擺學鋼鐵師傅為主啦，啊鋼鐵師傅呢，嗰時談到學買牛肉生牛肉嘅，有啲點個貼喺度。新幣其實也有血用嘅喲，血用嘅也有血用嘅，難怪會有買呀，就羊肉牛肉安尼。冇錯啊，你知道？像更加早期啊，推動一個觀光吼旅行吼，算一段時間咧，能入接觸嘅幾多嘅諾貝爾人客嘅嘛。有發生過本印象過什麼故事，也係講人客本有樣辦嘅回饋，哦，本就受到感動啦，有乜嘅感想嘅嘛？也按多年吼，早期有慢慢睇接嘅小旅行，小旅行嘅話，後面我哋要帶通一條手工嘅做法，係嘛吼？台本。伊若要過來，我哋要俾早期，一定要先同人哋聯絡，嚇。聯絡嘅話，一定要包括一多年，嚇。我哋人提供，我哋要準備一多嘅材料來教一等人做手工，嚇。像之前要做一條手工嘅時節，我一下想到，哦，冇一條長草，係。嗰時候我要公開現一條隔壁連沙，公開同一條長草摘過來，係弄人嘅方式嗬，本他嘅認識一條長草，嗬，好容易做，做好嘅你會變安嘅東西。嗰有擺我睇不卡，求好心切吧，做啊，河沙太軟，像個香膏，嗬，有一個硬土能夠好炸。做下啥特樣呢？我講家也係愛養嘢個好咯。我都做清多，我想講班上送俾你出嚟。慢啲拿過去俾你嘅時節，我也係做失敗嘅，按估我送本嚟他家清歡喜，講唔要我也做失敗，唔係
安来感觉讲，哦，那对我很好咯。唔係啊，其實大家攏伫個迄哦田野，哦大家是個蘇州嘅，當然好咯，唔算硬硬有去啊，係啊。因為想講，我做事派我算，伊咧今日同我講嘅句話講。唔算係物嘅藝攏好，佢好用，一定係好用。我感覺講，哦，好嘅梗冇幫我種熟病。唔會啦，佢又係一個成衣嘅部分啊，錯冇？是蠻可用咧，只是講冇硬嘅硬土有嘛嗬？啊，講一查，唔過攏數白嘛係個好用啦。係一天嘅啊，係錯。啊，嗱，即係除了理事長今日有帶後做一個分享，唔知佢本身又係做一個細啲行地步算講師嘅部分，有帶過其他嘅人客，今日有乜嘅回饋啦，又係故事嘅冇？我感覺個地講個神奇嘅啊，嗬，係因為其實新比沙期佢監察路係有中央客家委員會嘅補助，講我哋鄉公所、菜地鄉公所嘅地講支持，伊一般乜嘅法通一定攞一定嘅支持我哋。啊，嗰所以也有大學 USR 嘅都地講大學社會責任咧，啊，也目前新比沙期係同政府係來結合。啊！我哋都地講以北工下，吼，伊哋都提供嘅我哋一個舞台，能做啊好。啊係想講，拄到有擺喺他家嘅去嚟講，我哋行了，我哋先比賽去。啊，我哋都講，佢拄好有在架棟樹下，千睇頭。啊，我哋都講啊，棟主頭拄到來到北工下公園咧，咁冇路他家嘅坐了一下，啊，我哋都想到講啊，台東嘅聯營大道大廈面對大路嘅。佢講：咁安尼我哋唔是按門險，面啊睇路巷，我哋嚟話面啊也舞台蛋糕巷，去感受一下面頂咧木做濕風起來，可以感受到講風吹嘅聲音，講我哋咧揾揾皮水流嘅聲音，調嘅聲音。冇所謂講，其實新比沙期伊細細嘅唔免去睇，啊唔過你家陣講，要安尼心停下來留下來，你慢慢地來感受我哋新比，可以伴他家人。都地講嗰度嗰睇樹神嚟講，認識新比也好，客家也好，地講我哋蘇州嘅也都體驗也好，攏可以伴大家一天滿意嘅。哇，觀眾朋友，今日兩位阿姐來到我哋節目裏邊同我哋分享，真是大家會唔會想要來去新比沙去行了一下呢？享受嘅天天嘅客家嘅節奏，是真係來試一下客家嘅美食，一定係好喎！今日呢，真是再一次感謝我哋理事長同我哋蘭英姐來到節目裏邊，同我哋分享安好嘅蔬菜、安好嘅故事哦，多謝你哋呢！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新比已經準備好嘅哦，歡迎大家來新比聊聊。好喲，出去行了之前，請用聽聽我哋欣賞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